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9月11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由台湾观光策略发展协会所来主办的国际观光领袖高峰会，11号上午伫咧台南登场。会中台南市代理市长李梦燕嘛表示，未来希望会当结合周边的县市甲国际企业组织合作，让世界不只看到台湾，嘛当走入台湾，爱上台南。来自南台湾台东等4县市的观光局处长，担任级的国际观光行销专家、资深的国际旅游作家，以及侪侪产业的意见领袖，拢共同出席这场高峰会。会中代理市长李梦燕对来与甲来宾交换意见，嘛真有信心，希望透过产官学的共同合作，适用新科技的经营模式甲潮流。会当来应用观光产业所面临的挑战。新的经营模式会随着科技，我们各项的产业都会面对挑战啊。但是这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我们如果能够善用这样的机会，这样的一个环境跟趋势跟潮流，我相信大家能够善用，能够加以来推广，一定可以让我们的相关的业绩更加的成长。市府曾经以无来过台南，无算到过台湾为考核成功宣传，带动台南观光旅游的相关产业。会中总共出过12本寂寞星球旅游指南的总编辑，嘛将对如何对国际城市行销、城市品牌管理经验提出建言。电视新闻顾问及郭博义采访报道。针对新任行政院长赖清德赶伫咧立法院新会期开议进前，要来撤回年度的总预算案。台南市会国民党团嘛要求代理市长李梦燕比照这款的做法，将明年度800亿的总预算退回，重新审议，成为一名实行民主政治的市长。针对台南市107年的总预算，伫赖清德市长任内已经变得完成。如今由着代理市长李梦燕接任，议会国民党团要求将预算退回，重新审议，希望伫治水、道路、体育设施等等方面的建设，会当再投入一寡心力，让长久以来的存在的问题会当得到改善。基本上来讲，我们高度的怀疑李梦燕代市长能不能够有任何的做主权。这样子一个预算呢，是他用赖市长的心态在编的，还是用赖院长的心态在编的？他所编的800多亿的台南市预算，是否我们的李梦燕代市长有必要照单全收？这一点呢，是我们党团提出来高度质疑的地方。就在这几天，我们的新任的代理市长李梦燕要接，我很怀疑，就是未来的这一年的总预算848亿，难道我们还是要依附在赖清德编列的预算，让我们一一去执行吗？还有，我希望说我们代理的市长李梦燕理事长，对于未来台南市，就算仅仅只有1年多，我想也希望李梦燕市长能够针对台南市未来的总预算848亿，能够做一个调整，能做一个了解，我们台南市真正的预算是什么？我们的经常门还有我们的资本门，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让我们台南市未来，因为没有赖清德的阴影之下，台南市政府能够做的事能够更多，而且没有赖清德的那个恩怨情仇之下，对于地方不管是西南西北的发展能够更均衡化。我想这个部分也希望我们代理市长还有各局市能够把预算重新编列。
议员蔡耀辉提出相片强调，开发地区有真济道路，经过7冬外来不断向市府反映，议员无改善，根本就是甲开发民众当作利定公民。希望第二市长李梦燕会当协助解决这个问题。李议员洪玉凤也呼吁李市长爱秉持家己的执政理念，来重新编列预算。但是我们家乡王子豪采访报道。民间团体办理活动申请场地，依照规定必须要有公部门挂合办或者是指导单位。但台湾体育运动竞技协会预计伫咧10月份要到安平来举办公益路跑的活动，却因为公部门拒绝挂名，和定时受到阻碍。对此，议员李文静要求相关的制度应该要重新探讨，避免类似的问题搁再发生。台湾体育运动竞技协会预计10月22号伫在安平林木娘公园停车场举办公益路跑活动。不过，按照交通局停车管理处规定，必须要有公部门挂指导单位，才符合定数会当借场地。不过到目前为止，包括教育局甲议会拢无愿意挂指导单位，和议员李文静相当愤慨。对运动我们是不友善的，你们以后都不要来台北市办。因为大家会有意见，大家会有声音，市民会抗议，所以你们都不要来办。那第一了百了对不？大家都我当家食饭看报纸就好啊，大家代志都卖做啊，工作都卖做啊。咱国家都有饭通食啊。敢是安尼？所以我真正实在是非常的痛心啦。当我走头无路的时阵，当今仔教育局无要挂的时阵，我去找无单位。这个主办单位找无单位要挂的时阵，当然我就是转来求助咱的议会嘛，既然连议会也无要也无要挂。对此，议员李文静要求市府探讨相关制度，强调民间办健康的全民运动是政府的代志，无应该受到限制。但是，我们家乡王子豪采访报道。议员刘维英上午率领行政院长赖清德过去的老干部甲支持者，做伙前往盐埕北极殿参拜，除了替赖清德来叩谢新民保庇，同时也宣布要展开南区甲安平区的庙宇参拜行程，同时要感谢地方乡亲的支持。由议员吕维英带领行政院长赖清德的支持者以及进前的老干部，做伙叩谢先天上帝的保庇。议员吕维英表示，在赖清德参选国大时，曾经跋杯请示是不是会当赢到选举，得到3个圣杯，最后高票当选。在2009年实施单一选区2票制的立委选举，会当讲是非常困难的一战。同时靠着在南区赢1万外票，安平区1000外票的支持来摕到胜利。96年的时阵，第一次参选这个国民大会的代表，当时阵伊是一个新人的身份去中正，参选的时间大概无到50天。伊一路咧，即个伫遐拜票，大家感猜可能认为讲这少年家唔知影敢有机会会得。但是当时阵来到着咱的盐埕北极殿，伫咱的即个水药主委甲咱的水药所带赖清德赖医师参拜的时阵，伫遐跋杯询问上帝讲，上帝讲二话无讲，就赐伊3个圣杯，讲伊会当选。所以真做地方，阮上届3听赖清德的这个干部，所以阮决定对着这个线路开始，阮要来参拜南区、安平区的大细公庙，感谢济乡亲时代，伫赖清德上届艰难的选战内底，甲伊3听，甲伊支持，互伊有所成就，所以嘛有法度真做今仔日的赖清德议长。另外一个意义，我想咱嘛望。伫咱的这个赖清德接任院长以后，会当维持着过去伊的表现。议员吕维英强调，若毋是赢到这么关键的胜利，恐惊就无今仔日的行政院长。所以，伊成为赖清德团队的干部以及子弟兵，将要代替赖清德一一参拜南区甲安平区的公庙，替赖院长来叩谢新民，也感谢府城乡亲多年来的支持。
台湾新闻架上王子豪采访报道。伫咧国华街水生里里长沈连哲积极推广国华街美食以及观光。平常时除了办济活动以外，竟伫咧10号的中昼，选伫办公室举办了一场国华街美食飨宴，互前来参加的20多名台北朋友拢食甲非常的满意。伫小小办公室挤满济台北来的朋友，伊每一人拢食着国华街排队美食、炒鳝鱼、沙白鱼头等等，总是水生里里长沈连哲甲后生沈振东所传的，目的就是要互大家会当一摆食着国华街所有美食。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到这个中外驰名的国华里观光胜地。以前我也来过好几次，但是都需要去排队，而且每一摊呢都要去看。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呢，我们省未来的议员呐，那么请我们到这个地方来。那么到这个地方来以后呢，他把附近所有的台南最好吃的东西呢，都一并的送到这个地方让我们享受非常感谢。其实我们也很欢迎那个国泰医院跟那个院长还有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我们台南市的水仙里，一起吃这些美食。那我们觉得很荣幸、很光荣的一个邀请，到他们来到吃了碗粿，还吃了我们的春卷，还有吃蚵仔煎，还有吃我们的拖拖鱼，这些都是我们台南很有名、很著名的美食。那我们也欢迎很多好朋友一起来我们水仙里，来我们国华街，来我们台南一起来吃这些美食。欢迎大家！赞。未来里长沈连哲嘛考虑要参考宁夏夜市的清水宴，将国华街美食全部结合起来，后来参与民众拢会当一摆食到这的美食。台湾新闻古故意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引。被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第11届用电视爱社区卡拉 OK 比赛9号暗时伫咧中西区登场。伫咧所有的参赛者当中，上界特别的是有5位爱唱歌的好朋友，大家少少的分别接受到音乐的尊重了后，做伙训练，最后一起做伙来挑战。勇敢挑战的结果，最后成绩公布，5位当中有曾俊彦甲郭怡君2位下下奖项。伫 BBQ 精彩热情舞蹈带动之下，将中西区初赛闹热开场。会中包括立委叶一丁、议员洪玉峰、中西区区长陈胜男以及侪里长甲贵宾，拢到场为选手加打气，用面热热。像这款的歌唱比赛，更加卡拉 OK 欢唱，更加是上届咱休闲活动得到庶民最喜爱的一个休闲活动哈，所以这款的比赛哈，我相信一定拢真热烈。我卖占大家听歌的时间哈，只是替大家来甲上主生三冠龙加油希望讲因的视听品质可以越来越好来互咱的观众拢会当在休闲娱乐方面能够更加的完美哈。谢上主青三冠龙除了提供阮的最佳的娱乐以外，嘛把阮的生活机能都结合在这里。有这个功能，咱若无用吼，无采人的物，所以会记这爱用。
今仔日的选手，把你的功夫拢展出来，免客气，因为咱是在输赢来咧拼啊！祝福大家有好成绩，感谢，谢谢。感谢各位，每当三光网交双子签在咱各区内面办的那个活动啦属实，互咱社区所有爱唱歌的人拢有一个表现的场所。今仔日阮伫遮也无浪费时间，所以讲阮今仔日我甲建议讲，阮所有贵宾全部拢起来，大家来请咱这个门贺了来做一个那种大合照，好不？来，欢迎。感谢咱区长卖剩大家时间啦以前而家代表立法委员陈廷辉甲大家问好，嘛祝咱所有选手拢能摕出家己上好表现，加着上好成绩，嘛祝咱今活动完满顺利，现场每一个好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因为中西区初赛总共50位报名，都要去历届参赛者各登来车拼，包括有舞仔囝、有唱片公司的牛皮歌手，甚至入选前3名的歌手，拢再次同台竞争激烈。最后成绩公布，台语组前3名，第1名郑敏琪，第2名刘佩玲，第3名高中德。最佳舞台魅力许清河，最佳舞台造型黄仁贤。各位组前3名，第1名廖敏苑，第2名温俊彦，第3名邓玉琪。最佳舞台魅力郭怡君，最佳舞台造型就是刘冠文。主办单位表示，前3名分别取得今年总决赛资格，都是中西区初赛是否卖对10月14号开始，第4军的分段播出。台新闻综合采访报道。中秋节特别到啊，由市府劳工局辅导的展艺烘焙坊也顺势推出中秋礼盒仔，同时也强调所有的产品拢是选用健康的食材。品质卫生有保障，也欢迎社会各界踊跃订买。由中营路中餐饮科学生的表演，也有造秀，为这届展艺烘焙坊的中秋礼盒推广，增添了青春活力的气氛。希望会当为展艺烘焙坊吸引更加侪社会上的关注，互因亲手制作的美味月饼有更加好的销售量。感谢我们亚洲航空跟3张美邦人寿能够带头这样起头作用，2家公司来帮我们这样的一个采购。今天又特别安排非常精彩而带有中秋意境的节目来这样的一个呈现。这是大家能够共同，大家互相徛座位，共同来为咱展艺烘焙坊，共同来这样帮助因，会当讲这样能够永远这些批务商在这边工作，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景。当然这边还是拜托大家尽量能够来给交关买这个月饼。今年展艺烘焙坊的月饼礼盒。得到山商美邦、亚洲航空，也有工会预告，已经达到50成的目标。剩下来一半的数量，也个需要社会各界斗3工，才会当成功。劳工局也呼吁各企业，爱多多选购展艺烘焙坊的美味月饼，互今年的中秋送礼更加有意义。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国际同济会台湾总会配合嘉义台南区的成功永生安平中营以及府城等5会，到号下午举行着联合受证甲会长的交接典礼，场面盛大。
国际同济会台湾总会偏嘉南区成功永新安平中营甲副社等部会伫到下晡举行联合授证以及会长交接典礼。副主席萧定发勉励各会长表示，交接是成果奠定的开始，下任是经验分享的时刻，而责任则是成就远景的过程。对，创立台南会45年。那么今天还在一起，大家一起努力的来发展我们同济会。我相信，大家这个现在的这个领导人、各会的会长、秘书长、财务长，还有我们会友人才非常多。我们同济会应该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呢，会继续的来发展，大家共同努力，大家来这个全体大家协力来，争取我们同济会在世界上的地位。真的同济会，你真的要参与一下，而且把它当做一个社会公益哦，这个扶持这个小孩子的心态，以这个为主，再来就是以社会交朋友为辅。那这样的话，你会在这个社群里面非常的开心，而且非常的有意义。这里成功会新会长彭世豪表示，将专业为全体会员服务，并且发扬成功会有理的成功的精神，努力创造全体会员甲全球力量的美丽人生。电新闻古国义采访报道。位伫中西区主祭达摩祖师的郑德堂，伫咧中原普渡过后，将普渡的白米甲物资分送予中西区300个寄收入户。郑德堂期待未来会当扩大公益的范围，帮助较侪弱势家庭。为了关怀社会上的弱势团体，位伫中西区正德街主事达摩祖师的郑德堂。用善心人士捐款善款，购入300份的白米、葵花油等物资，在1号上午发送予中西区的低收入户，希望透过发放物资的公益活动，让弱势家庭得到照顾甲温暖。普渡的物件，来发予咱这个低收入户，使讲是受到咱这个祖师公的这个善意安尼啦，所以一寡咱迄个所有信众，大家安尼，诚心诚意吼，来提供这个出钱出力吼，来完成着这边的活动。我感觉这个意义也真好安尼啦，这个帮助弱势，这是咱应该爱做的工作了。除了白米甲物资以外，庙方也准备了每一户低收入户300块的红包，希望会当更加直接的帮助因的生活。郑德堂也期待未来会有更加侪善心人士加入，扩大发放范围甲分量。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在新闻的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天气好天，有时侪云，温度28度至31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你收看9月1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